即是要来恭守上帝的话。今日咱所要读的圣经集是伫马太福音25章31节到46节。好，咱会当做伙来读马太福音。当人主伫伊的阳光甲隆重的天赛来的时，伊要坐伊阳光的座位，聚集万邦伫伊的面前，伊就要分别因，亲像无节分别绵羊离开山羊，将绵羊下伫伊的正边，山羊下伫伊的倒边。迄时，王要甲正边的讲：恁对我的爸得到恩典的，正前来心接过，就是对创造世间以来，甲恁陪伴的。因为我枵恁毋捌互我食，我喙焦恁毋捌互我啉，我出外恁互我住，我脱北体恁互我穿，我破病恁看顾我，我伫家呢恁来找我。迄时义人要应伊讲：主啊，阮什么时看见你枵来互你食？喙焦来互你啉，什么时看见你出外来互你住，脱北体来互你穿？迄什么时看见你破病，也是伫家里来找你？王要应伊讲：我实在甲恁讲，恁既然行伊伫我的兄弟姊妹说的一个，就是行伊伫我。搁要甲倒边的讲，恁受咒诅的，就离开我，而永远的下，就是为着魔鬼甲伊遮的使者所陪伴的。因为我枵恁毋捌互我食，我喙焦恁毋捌互我啉，我出外恁毋捌互我住，我脱北体恁毋捌互我穿。我破病，甲伫家里，你毋捌看顾我。因要应讲：主啊，阮什么时看见你枵，也是喙焦，也是出外，也是脱北体，也是破病，也是伫家里，来无服侍你啊？伊就要应伊讲：我实在甲恁讲。你既然无行伊伫遮的姊妹说的一个，就是无行伊伫我，遮个人要入去永远的刑罚。若是伊的人，入永远我。这是要来请尊贤教会陈有条长老来分享。今日伊要分享的题目是行伫姊妹说的兄弟亲像。多谢陈执事带咱来共读上帝话。曾牧师、林牧师甲咱后埔教会众会友大家平安。顶个月我教社部的部长甲我讲，陈长老，我要派你去后埔教会。后埔教会我第一摆来但是后埔教会我真熟，因为是甲尊贤教会是亲家啦阮的会友是咱的囝婿龙火节是长啦曾牧师甲林牧师，咱定定伫中会中间开会，拢有定定3见面真欢喜今日会当来到后埔教会咱分享进前，咱三甲亚头来祈祷。万今的上帝，阮是阮的今日佫一摆到你的圣殿，阮要欢喜学了你，因为你无论伫什么时，虽无外口真炎热的天气，总是下晡有阵时就会大落雨，总是安尼，阮徛起伫即个所在土地的百姓，拢得到你的业力。无拄着恶难种的事，我们献上阮的感谢。有关阮的这时，我们要来思考上帝你甲阮教示的话，求上帝你的灵甲阮三支地，
互比别罗伯所讲的、所分享的，会当互后部教会众会友会当得到侪侪。阮将以下时间完全交托，安尼恳求袂堪的，拢是奉靠主要生命来求，阿门。这个圣经15章吼真多啦，我来去读逐遍读吼，一摆来讲哦，那落那么长安尼吼。但是耶稣的披露吼，若无甲伊完整，互咱读到吼完整，咱可能会袂了解。其实这是伫耶稣徛入哩耶路撒冷，甲伫一礼拜以后要受定十字架，这中间，伊的心真震动。用足浅、足迄个个生动、个浅显的披露啦吼。这个披露其实耶稣的心真震动，伊知个规工，伊就要为着咱世间人来定伫十字架顶。即么真严肃的问题就是，是安怎？伫耶稣的披露中间，你讲绵羊甲山羊。其实我咧准备这个时，我就特别去查讲，绵羊甲山羊安怎分辨啦？吼，因为伫犹太人中间吼，因早下日时，伊就甲羊放出去去食草。遐个羊吼无分绵羊还是山羊啦。总是下暗吼，要甲转来时吼，因为下暗各样个人就会转去休困啊，对无吼？但是绵羊甲山羊，我毋知影因的个性的关系，爱甲伊分开。无暗时毋知什物状况，咱毋知，所以吼耶稣用即个伫因的生活中间定定拄着的，讲绵羊甲山羊要安甲分开吼。去查中间吼，其实绵羊吼，毋是因为伊敢若单迄个咧遵守上帝道理教示，因会当用上帝要伊的独生囝所耶稣会听来实行。主的命令，就是恁来彼此相听。所以，伊毋是单单爱家己的人，伊爱迄身躯、身心送香的人，有枵饿的啦，有喙焦，有无穿衫、脱肉体，有无所在通住的，有破病、有受患难的人。山羊呢？可能山羊嘛是讲起羊啊，对咱来讲拢真感觉羊拢是真乖嘛吼。有当时啊人讲我生像羊，所以我上温顺吼。但是点嘛受气共骂吼安尼吼。所以羊有足侪种咱讲羊足温顺，但是山羊吼伊毋是单遵守上帝的律法，无违背十诫。咱看伫所以内底定定咧讲足侪法利赛人、经学师，因拢遵守上帝伫旧约时代甲因教的律例的法迄落，但是是毋是真正？说因拢干那是听因家己的人，无用耶稣的听来听迄法轮中送香的谈判，所以违背耶稣最后要重要的命令，就是恁爱彼此相听。所以这个时阵。当耶稣讲，佮王佮来的时阵，伊要将正平的绵羊讲，恁这个得到父所赐福的，恁通来承受王所为着恁备办的国度。我想吼，上帝的审判毋是干那根据咱累积的财物，是咱的学历，是咱的名声，是咱的财富。若是安尼讲的时阵吼，我感觉。有一个过往的台塑的创办人王永庆吼，是即摆现在嘛是真有钱的迄个郭台铭吼，伊凊彩吼，伫庙捐一笔伊的南山钱，可能伫咱的足侪钱安尼吼，迄条拢用郭台铭捐献。安尼是毋是因伫这中间会当归伫绵羊区啦吼？是毋是安尼吼？我伫爱店中间吼，阮有24小时的机构，所以有定有足侪社会人士吼，来捐献物资吼，互阮来用来食。我知影有伫淡水郭台铭有一间庙叫关帝庙吼，伊若逐年拢会足侪物资来互愿安尼啦吼。
嘛甲真多谢。有当时去载拢爱载几啊车呢，迄小旅车载几啊车所以伫爱登基金会有真侪社会人士对咱咧做这关怀伫社会弱势的团体，拢会当有帮忙所以安尼讲，你嘛会像讲义人咧问耶稣，耶稣啊，什么时阵你无饭通好食，我互你食；什么时阵你无衫通穿，汤捌摕我互你穿；什么时阵你入监牢的时来探望你。耶稣足清楚甲这个义人讲：你若做伫我这兄弟中一个上美善身上，就是做伫我的身上。过来咱咧问讲，安尼讲，什么人是我的兄弟？什么人是我的厝边？阮兜兄弟姊妹有6位啦。阮其中有一个小妹嫁去台南，差不多40年因为我工作的关系我开补习班无假日的啦所以阮一年敢若有过年才会见面安尼有一摆我住咧7楼，阮兜6楼的厝边一摆伫阮社区办的中秋晚会内底，讲我们上次见面是伫顶年伊去8月，迄个乐团，迄个长荣乐团迄个安尼，为这边收到迄边3000公尺安尼迄个时阵，伊拄要出门，我甲伫电梯拄着伊安尼啦了厝边1年才见面，因为阮的生活的节奏无甲共款，所以要拄着机会嘛真少所以啥人是我的厝边，啥人是我的兄弟。阮伫我会记得我学生时代我有参与社会工作，还有参与礼友中心对迄个保护管束的个案的辅导然后我有出社会了，也有甲几个同工，阮成立导航基金会，也有关心着伊甸。甲创世甲阳光伊甸基金会，因为我2年前伫伊甸担任董事长真多谢林牧师明仔载要去阮伊甸基金会迄个带领阮查经啦阮伊甸基金会固定拜1下早8点半就闭办心甲上帝见面然后阮佫有根啦佫有拜3，因拢会拜。阮期待阮的同工4000位同工会当伫工作中间会当推行相福，相福就是福利甲福音。我担当这个职位的时，我就甲因挑战，请问恁伫福利伫台湾社会会当讲伊甸有个人甲阮称赞讲，你是台湾福利界的台积电，但是我甲因挑战讲，你讲相福福利无问题，福音呢？所以阮伫每一区拢有请区牧啦，对外拢讲就是关怀师，若是小时的机构，阮有10间，10间其实遐同工真辛苦。所以真辛苦就是即马同工少年的较无爱担当照顾人的工作，所以变成讲有一个人离开老人就较好因为伊爱做2份，还是做一人半的份安尼啦所以伫这中间，咱咧讲需要咱照顾的人，脾气无真好呢，有当时足容易受气有当时阮的同工，我一摆我去一个24小时淡水一个机构，知影董事长来，迄住民拄着我讲，董事长，我要讲董事长，我要甲你申诉。我讲什么代志？伊讲阮迄个老师对我真歹，我就私底下甲因问讲是安怎？
讲哦，这个住民吼有一点仔麻烦，啥麻烦？阮来，阮东港有新住民的吼，啊外劳新住民，结果这个住民吼，人咧甲伊服侍时吼，伊的手无规矩啦，啊主管知影了吼，啊就找咱台湾的本地的教保员吼，啊咱本地教保员较有方法啦吼，较有方法，伊的手啊无规矩都会甲迄落吼，啊较会甲严，所以伊就感觉无欢喜。所以来甲我投诉安尼吼，啊结果知影了，咱的东港吼真需要人去关怀，所以我伫24小时的机构，我嘛要求因爱聘请有关怀师。啊，伫顶年，阮的中间嘛派遮的牧师去受训，啊叫心灵关怀师吼，啊已经有6位摕到证书。啊，伫爱登基金会一天吼，服务大概3万到3、4万人的服务的对象，啊，阮的东港有4000名。啊，伫这中间，阮的服务对象还有早疗、妇女就业、啊成人，还有老人的居家服务，佮有长照服务吼。有当时咱讲关心伫社会有需要的人，因为阮创办人吼。有一位是叫做刘霞，不知道大家知无？啊，若较少人刘霞因捌，但是杏林子因得捌，因的国语课本拢有这个课文，吼，介绍杏林子。啊，阮的创办人刘姐我拢叫刘姐吼。伊讲，爱登的宗旨就是到位有需要，阮的服务都要到位。所以伫这个中间，阮真认真。遵行耶稣的教示，讲要安怎做伫至美细节个，就是做伫主耶稣的身上。所以主耶稣本身，伊嘛家己认同甲体谅这个善车人，啊，甲每一个受苦的人，伊真真实实伫十字架顶代替咱每一个人，将每一个人重担啊加伫伊家己的身上，就是为什么伊要遐真实、遐温群，要爱咱做伫伊兄弟身上，就是做伫伊的身上。反倒等你若无做伫伊兄弟至于谁身上，就是拒绝伊做伫伊的身上。啊，咱来想讲，那要安怎？主要说教示咱来遵守，啊，要安怎去做？啊，我认为吼，第一，咱当随手之劳吼，随手之劳。咱知咱若去即马吼，阮是读册的时代吼，我记60几年，民国60几年吼，有第一间7出来，我讲，哎呦，这24小时吼，其实拄开始是叫 7-11，就是下早7点到下暗11点啦。啊，即马吼。暗时11点以后，即摆少年拢伫外口落雪安尼吼。啊，若无吼，即种店吼，啊，因有当喙答，毋知要买啥吼。啊，你讲，即摆便利商店甲大卖场，真侪伫极小的所在，拢有一个透明的壳啊吼。较细是零钱券啦，较大一点啊，迄是统一发票的捐款吼。啊，我捌看一摆报道讲，创世吼，敢若迄发票捐吼，一年要将近1亿啊，一年吼。所以咱嘛毋知影即张发票会当去帮忙啥人，但是阮捌一摆，阮的理长就公布讲，2张发票会当换1粒高丽菜，恁捌去领过无？哦，啊，迄发票有时啊，你看，敢若一个机构创始会当一年吼有几1亿的对奖吼，安尼。啊，这礼拜吼，我甲全联超市吼举行一个记者会。啊，伊伫第3季，啊，预定第3季的时，
因伫全省1000几个点，会结晓的所在，拢会办一个林群捐，要指定捐互伊甸。伊个当场有捐互阮100万，迄100万是啥？就是恁那我毋知你是毋是全年的会员啦，全年会员有一个叫做福利点数，恁知毋知？福利点数伊将福利点数甲累积起来积做100万捐互伊甸安尼所以全年伊嘛第二季伊捐互立新啦第三季伊捐互伊甸安尼所以有阵时咱看，咱迄福利点数对咱来讲有阵时咱用袂着，但是你若累积起来，迄个力量足大我会记得伫我囡仔时代、学生时代，我彰化人永华教会迄阵60几年的时候伫彰化永华教会就成立一个叫做互助社。我毋知台北人遮有无，我伫台北的时较少看到安尼看听到但有互助社。迄个时阵阮爸爸拢会逐礼拜拢叫我摕这去缴去存款啦。迄个时阵有人写1箍，有人写5箍，有人写10箍。迄阵佫有1角2角的加1箍2箍，可能对咱来讲。无真大会感觉讲1箍2箍会当做啥。总是阮15年前，阮老爸受上帝警调了，阮因为拢无住咧彰化，所以阮就去甲伊互助社甲伊结晓。安尼5箍10箍结出来讲有15万啦，真恐怖咧阮兜6个就有90万咧互助社的关键就是讲，咱迄阵伫迄个年代。要去银行借款足困难的，迄拢是企业做生意的人借种100万、200万，但是咱平民百姓那欠1万、2万要去倒借，真恶。我会记得我读册时，虽然阮老爸是公务人员，总是逐学期开始要注册时，6个囡仔也有读国小的、国中的、高中的，阁有大学的一笔钱迄有补助款，其实是拢爱到若9月注册可能爱到11月、12月才会落来。但是你9月你无加现金遐缴都袂当读册对无？所以就爱去用周转有那个厝边借，有那个巷仔口的店口借。但是互助社就是会当用这个少少的钱需要，等你11月。钱补助款落来时，你就当去还安尼所以互助社，咱毋知影讲咱到底帮忙着什么人，但是你伫遐智慧社一个中间，你会当去甲伊斗相共。你毋知你帮忙啥，最后说咱假使讲，你伫智慧社做伫智慧社，就是做伫我身上。有一天你做伫智慧社身上，就是做伫主耶稣的身上。第二点，咱来看讲，要安做伫智慧社身上，就是小事来帮忙人。耶稣所提供，有当时你邀过的人，你互一顿；还是喙呆，你互一杯水；还是接待人客，还是探访病人。每一个人，这拢是咱做到的。那毋是像迄郭台铭伊若裤底仔啉开伊迄手安签名郭台铭3个字我拢逐日几啊10万、几啊100万啦咱无法度，但是有当时咱咱伫小事帮忙。其实顶礼拜的新闻实际的事件，互我伫阮的机构中间拢爱检讨，是安怎一笔钱10亿外，会当安尼真容易就出去。啊，人迄10亿外来互阮单位我毋知会当做足济事工。伫我单位我的权限，执行长是100万，董事长是200万，超过拢爱上董会、董事会，
迄吼毋是一摆就会当过关，拢爱讨论足侪摆，吼。所以，阮真细腻，袂讲吼，1笔10亿的钱，哪会当安尼出去？啊，其实20年前，我知影讲，敢慈济的会员，我有400人，即嘛毋知偌济人吼。啊，讲真侪什物教授啦、董事长啊，足愿意去花莲吼，去花莲吼，迄个楼梯吼，有诶拢是条啊是铜管。啊，拢会生生。啊，迄董事长吼，有钱人足愿意坐，家己迄阵啊自强号，坐自强号去愈啊金啦，吼，去愈啊金啦。所以有一摆我伫病院服务诶时，副院长讲要求清洁诶吼，因为迄阵伫北投诶所在，迄个铜柱吼，或是迄楼梯弄一块迄个防滑诶迄吼。我一摆讲清洁的，咱甲我哭诉讲，陈先生，我迄副院长要求阮吼，爱甲慈济共款，迄个铜箍迄吼爱发金啦。你就知影清洁人员足辛苦吼，对毋对？所以，咱咧讲，伫即个所在，咱要安怎一小事咧帮忙人？啊，记你伫迄个早前马街病院的院长，有一个叫整形外科罗惠夫医生，咱毋知无？罗惠夫医生吼，啊，伊是外国人。后一摆伊甲因太太讲，我先生讲讲，你会当甲我找一个房间吼，因为我有一个加拿大来台湾马街实习的医生，要住2个月，啊，这加拿大来的医生吼，也袂晓讲中文，啊，伊免仔去人租厝吼，所以院长真好心，就讲啊，先生你去甲我斗找，啊，其实先生伊的心内想讲。上好吼，先生吼，医生罗医师，你莫吼，定来找人来啊！我毋知咱福团给同胞吼，恁若先生讲，明仔载什么人要来啊？后日要啥人要来吼？你毋知烦恼袂安尼吼？阮太太吼，足歹我请人客甲亲戚来阮兜，伊讲伊袂煮饭，反正伊今仔无来，所以我闹开。我拢尽量好，人有人客还是阮兜的人来吼，咱著去外口食就较紧啦吼。有一摆，阮妈妈、爸爸要来，伊无法度。阮爸爸因吼3、4点才到台北，伊透早就去买菜，就开始洗啊、切啊吼。啊，讲要做一个红烧狮子头，咱妈妈拢知影吼，红烧狮子头爱啥？迄肉爱。像吼，我讲爸来你是无欢喜哦，伊讲毋是啦，迄食谱写讲爱熟啊，吼，我计是讲阮爸来伊无欢喜安尼哦，伊认真要互迄肉较有弹性啦，吼，对毋对？安尼讲对吼，所以吼，即个先生娘伊嘛是真期待讲啊，罗医师你莫有定定找人客来，但是伊嘛是医生甲伊拜托，先生娘就尽量去找一间药房来，互即个迄个医学院的医生吼，医生来带，爱开一个带，啊，就伫台湾嘛吼，啊，拢伫病院食3顿。啊，先生娘想讲，啊，即个外国人吼，来台湾实习，啊，拢食咱的，我毋知影咱食西餐的习惯袂吼。我细汉的时，阮妈妈吼，妇团给阮彰化人，啊，妇团的办公去台中，去转来甲我讲，今仔妇团给参去台中去食西餐牛排。阮细汉的时想讲妈，啊，你会晓用刀啊，甲叉子诶？伊讲啊，袂晓用甲咱就会晓啊，安尼吼，巴肚枵就是要食，对毋对？啊，外国人来咱台湾吼。啊，压猪对毋对？啊，猪咱足敖，人看到咱手安尼会当掰开，落迄个猪就开开咱硬物件，因拢用两支起来掰安尼掰安尼吼，对毋对？吼，所以这先生就想讲，这个医学生吼，安尼真辛苦，这实习生吼，所以伊就甲讲，啊无安尼啦，
反正吼礼拜日我人客嘛真济啦吼，啊你礼拜日吼来阮兜食中昼，但是吼希望你先甲我来教会。啊这先生娘知影讲哦，这个实习生吼讲话声音袂歹听，应该唱歌嘛袂歹，所以甲招讲啊无咱来教会了，咱来参加诗班。伊就这样2个月，反正为着中昼顿吼，因为先生娘拢用西餐互食呢吼，所以伫迄中间，伊伫来实习，来台湾实习2个月中间，伊就去教会，佮参加诗班。啊，安尼过去2个月过去了，啊，又转去加拿大。啊，这中间过15年了，啊，先生娘就去加拿大，啊，伫美国去美国。啊，密西根州一间教会讲道，啊，礼拜四有一个整形外科，咱知罗医师是整形外科，伊会当来实习，接来迄就是整形外科的实习生吼。啊，讲道了，啊，有一个少年飘撇的医生就来甲讲讲，我有个秘密要告诉你。伊讲，这个医生，即摆是医生啊吼，就安尼迟疑一下讲，毋知先生你佫会记你每一个礼拜拢招我去教会，啊，则煞你中昼甲恁兜去食中昼顿。如果你若知影讲，伊甲讲先生，如果你也知吼，其实要来台湾之前，我毋捌去过教会，啊是毋捌去过教会哦，所以伊毋捌听过基督教的信仰，是迄段时间我开始才去教会，而且我转来。回国了，我结婚，我娶一个基督徒的查囡仔，啊，阮即马拢真热心伫教会活动。我这先生娘真感动讲，哦，这么好的消息安尼吼。所以有当时啊，伫希伯来书圣经内底，希伯来书讲，恁着爱定定顺兄弟相听的心，毋通袂记用疼心接待人客，因为捌有接待人客，毋知影就感觉接到天使。所以这个耶稣是毋是就是咱希伯来书咧讲的天使？啊，这先生娘伊毋知影，伊即马是着接待天使，还是接待谁人？所以咱咧讲伫小事会当帮忙啊。第三点吼，咱无计较。用真诚来帮助人，啊，只要你无当生人吼，啊，尽量将自然去关心你身边的人，啊，毋免特讲讲啊，为着吼圣经讲耶稣甲咱教是讲，爱咱做伫智慧世的一个人身上，你要听去找人吼，啊，人伊即马就咧无用吼，对毋对？啊！你就讲来，我要你讲，有当时会去冲突，咱就是伫真自然，啊，该应该做就去做，吼。所以有当时你毋知影咱帮忙着什么人，但是因为你的帮忙，会当得到真好的报酬安尼吼。啊，因为我头有讲我开补习班吼，啊，所以问一个主任甲我咧开讲。讲吼，主任，啊，你会烦恼袂？伫30年前吼，大概我是国中的补习班啦吼，啊，因毕业要联考吼，有30万人，迄个时阵，啊，慢慢伫超15年前，迄个时阵少子化了吼，变成考试超18万人，啊，顶礼拜我看到一个新闻讲。上个月7月份7月份，下标题叫做"生不如死"，什么叫生不如死？出事的人比过世的人较少啦，7000几人，7000几人，啊，人安尼算起一年才偌济，8万几人，迄阵一年有30万人，即马剩8万几人，所以感谢主吼，我6年前就退休啊。阮这组长甲我讲，主任你要烦恼吼，
这若无囡仔，你就无市场啊，对毋对？所以伊是一位信者，但是我著咧甲伊开讲中讲，你爱对上帝有信心，你爱将你的重担交托给上帝，上帝会甲你开路，你只要认真每一工去做，上帝赏赐多又有余安尼吼。所以伫因先生有一摆嘛咧上班拄着挫折，伊就将我讲的话伊讲，阮主任讲你爱将一切交托给上帝，爱认真尽力去做，毋管头家有看到你的努力无，上帝赏赐只会给你多又有余你话感谢主有一个毋捌听过信靠上帝的人，竟然会用这种话来鼓励伊的先生所以伫哥林多前书3章6节咧讲，保罗在前，阿波罗浇灌独独上帝互伊成长。伫20年前有一摆风台天，阮圣乐队的指挥就敲电话等恁好，你有平安无？讲有啊，阮风台天秘伫厝就足平安的啦听到种足窝心安尼伊讲我等下要敲电话互咱全人教会的鼓励歌妇。当然，伊袂当风台天袂当出门去看恁有平安无，都是伊用电话，刚才电话还佫无断话啦我想伊会当做一足简单的代志。风台天袂当出门，伊伫厝诶，用敲电话来关心你有需要无，你有平安无？所以伫这中间，咱互咱看着讲，耶稣爱咱无计较，有真诚来帮忙人。所以今仔是教社部的纪念主日我嘛要来报告咱台北中会教社部伫咱台北中会怎样咧做所以台北中会教社部的时间因为我其实伫中会的时间我无真认真的参与我感觉拄则咱长老甲我讲捌看过我，因为我逐年拢有去开中会人即马退休70岁就袂当参加安尼受邀请伫教社部2年的中间，我感觉咱教社部台北中会教社部真认真，为着伫咱叫做台北区的所在来做真好的工。第一咱有关心228事件甲白色恐怖的政治者的受害，咱有追思纪念甲声援的行动，还有纪念音乐礼拜，也有甲爱电第3点爱电跟伊合作的伙伴安尼所以伫今年9月11、12要办一个叫做高龄曙光的照护人才培训伫6点的所在伊请伊店来策划主办啦我知即礼拜公文才出去今仔日还未宣布已经报名20名这敢若会当收50名，所以我偷偷甲恁讲恁紧报名啦，要参加的人真好，因为这是阮计划筹备所以我感觉真好的课程啦会当咱来参加过来有办去参观焚化炉，为着生态咱环境的保护，还有办韧性社区甲急难救助甲种子教师的训练，有一项咱教会拢参加的就是10月初3要去净滩净滩，我知影后埔教会那就真踊跃这拢秒杀名额有400名，但是听讲人拢，我嘛偷偷甲恁讲，恁若要教会要参加拢爱先资料准备好势伊公布迄天，你就甲团起来，就报名安尼无以早拢是想要报名一礼拜，互你上一礼拜了，就袂赴就额满安尼净滩
嘛是咧主张咱的生态吼，诶环境的保护。所以即摆有计划，我请迄个生态保护协会伫食饭的中间会甲咱讲伫永安渔港迄个所在吼，怎样用伫遐来保护咱的环境安尼吼。其实侦探毋是讲咱去捡偌济遐物啊，是互咱会友会当行出去，彼此吼，彼此会当相交谊，知影咱基督徒安怎伫关心咱的所大的所在安尼吼。嘛期待部长啦，今年特别要求啦，希望讲吼，咱若有一车的人要去，一车就40人啦吼，期待有10名1/4的无道友啦。迄是咱做传福音真重要的工课安尼吼。过来，我昨昏有去坐踮伫咧关怀迄个街友吼，这中间是足弱势的所在吼。我昨嘛搁去分享吼，有阵仔看到街友吼，咱的心毋知影，有真垃圾，昨拢足穿，拢穿水水来啦吼。因知影买礼拜拢穿水水来吼。较济即马较少迄种街友困伫路边迄种的来聚会啦吼，拢较弱势、较低收的遮个迄落昨我才听着讲，因即个家咧团契吼，目前诶经费有限吼，无啥够吼安尼吼。所以伫这中间，互咱报告，互咱知，台北中会阁有急难救助吼，急难救助就是咱的会友若有需要，会当总会甲中会来申请吼。大概我伫这中间简单来报告，互咱会友了解知影，咱三甲头来祈祷。主愿多谢你，互阮这个时间会当三甲来分享你互阮的教示，怎样要做伫智慧世的兄弟的身上，阮知就是做伫最后所有你的身上。求上帝互阮知，阮伫平常时的生活中间，拢会当关心真侪需要阮关心的人，将上帝的听传出去。多谢这个时间，求上帝你祝福每一个正会友，拢当得到做这，安尼困求袂堪你，拢是奉靠主耶稣来求，阿门。